Hello，大家好啊！一個等咗16年嘅 MVP 係咪有啲耐呢？咁今次呢，我又想講下中年好聲音4突破之夜嗰晚，阿周志康唱嗰首獨家試唱，我又想分析下呢一首歌同呢一個人啦。咁今次呢，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全城熱議啊！點解呢？我又喺 YouTube 嗰度望一望嗰啲 view 數呢，哇，都幾勁喎！咁我睇下又聽翻幾次啊，又 feel 下嗰種感覺，又同大家講下啦。咁呢一首呢係 rap 完又再 rap 嘅表演啦。咁啊，周志康呢就演繹鄭秀文嗰首獨家試唱。咁點解一個表演呢可以喺短短幾日之內呢有幾十萬點擊喎？係咪先？點解一個向來好斯文啦，同埋又內向嘅企鵝人啊，可以一夜之間變成全城嘅焦點啊？點解啊評審啊林志美一個決定呢會令到全場歡呼啊，令到無數網民啊都感動到喊啦？咁今日呢又用一層一層拆解下呢個即係現象級嘅表演，又拆解下。我就由呢首歌講乜開始，然後慢慢又分析下周志康當晚嘅唱歌嘅細節啦、舞台表現、評審反應同埋觀眾嘅迴響，同埋背後嘅故事啊，同呢個 MVP 真正嘅意義係點啊？歡迎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先，咁啊繼續同大家又詳盡咁樣報導下。咁第一層呢，首先講下呢首歌獨家試唱係講緊啲乜嘢啊？要理解一個表演有幾成功呢，首先都要知道呢首歌要講啲乜嘢。獨家試唱呢係鄭秀文2000年嘅專輯入邊嘅經典快歌啊，由殷建強填詞喎。呢首歌嘅作曲呢係一個韓國音樂人嚟幫佢作曲嘅喎，所以呢首歌呢有幾個層次呢又要值得留意啊。歌詞嘅主題呢就係話愛情嘅獨家專屬啊，如何讓你用眼睛掛念我耳朵啊？如何能預留熱戀的寶座啊？成為呢一首歌核心嘅訊息係呢：我要成為你獨一無二嘅愛啊！歌名呢，獨家試唱呢，本身就係玩緊呢關咯。表面上呢係一個 K 歌入邊嘅獨家試唱嘅歌啦，實際上呢係講緊愛情入邊嘅獨家佔有啊！歌詞入邊呢，房間裏一起唱歌啊，限時未過啊，不管你要唱幾多啊，其實係描繪咗一個親密個空間入邊嘅互動啦，而係期待下一首嘅祝福啦，叫你可獨家喜愛我啊，就好似話試唱啊同獨愛啊連結埋一齊喎。呢首歌咧嘅音樂嘅風格咧有古箏啦，同埋混音嘅電子音樂嘅破格之作嚟喎。呢一首歌當年最大嘅特色咧係將強勁嘅古箏啦、電子音樂融合起來啊，結合咗古典同埋現代嘅民族嘅流行啦。呢一個風格咧喺2000年嘅香港樂壇咧，其實係非常之大膽嘅嘗試嚟嘅。鄭秀文當年呢首歌咧係翻唱咗韓國歌手啦嘅作品啦，佢將韓式嘅電子舞曲啊配上粵語嘅歌詞啦，同埋中式嘅樂器啊，喺一個 crossover 嘅先鋒啦，即係話呢首歌嘅 DNA 入邊咧已經係一個突破啊！佢本身就係一首破格嘅作品啦，所以咧周志康咧揀呢首歌做佢自己嘅突破之夜嘅表演咧，本身已經係非常之對題㗎啦。咁講完首歌本身咧，又正式入正題啦。咁周志康當晚嘅表演嘅細節咧，佢造型咧係由企鵝人去到呢個黑超型男啦。第一個令我眼前一亮嘅係佢嘅造型啦。周志康過往嘅形象咧都係斯文啦、乖仔啊，又靚仔又內向啦。但呢一晚咧，佢係用黑超黑背心皮褸造型登場喎。如果嗰晚咧，佢應該係除埋嗰件即係 jacket 啊，露佢本身即係幾大隻下幾科啦，應該咧就曬出翻佢操練已久嘅結實嘅身形咧，會仲更加有個 power 喺度啦。
有啲網民咧就係話，哇！一出場啊，第一個 close up 咧已經係型到暈啦。同埋呢一個咧唔係話亂講喎，因為佢造型咧唔單止係視覺上啦，同埋一個心理上嘅暗示啊。當你咧着住一套完全唔同嘅衫嘅時候咧，你嘅行為、你嘅氣場啦、你嘅自信啊，隨之咧係會改變嘅喎。咁有啲參賽者咧都會喺台下笑住話：哇！呢排咧好似頻頻做 gym 喎。喂，講真啦，如果着得呢套嘢嘅，我都要做粗大隻啲啦嚇。同埋佢個身形咧真係好 fit 啊！同埋呢個咧唔係偶然啊。阿周志康呢個突破咧，其實準備咗好耐嘅成果啦。又講下佢唱腔方面啦，佢放開咗佢自己嘅聲線啊。阿周志康咧一直以嚟咧個唱功咧嘅特別係啲咩咧？穩定啦、清澈啦，係有感情啊。不過可以再投放多啲啊。但係咧佢係偏向內斂啦。呢一晚咧佢最大嘅改變係佢放開咗，成首歌嘅節奏咧係好快啊，同埋個歌詞咧係好密集啊。尤其係喺副歌入邊嗰個部分啊，如何啊，同埋用一個嗰個位啦嚇。重複嘅段落咧，周志康嘅處理咧係第一，咬字係清澈啦，呢個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基本功啊。佢喺快歌入邊咧係保持咗每一個字嘅清澈度啦嚇，本身咧就係好需要好強勁嘅氣息嘅控制啊。有啲網民咧都讚佢啊，話啊可以用完全唔使睇字幕都可以清楚睇緊佢唱緊啲乜嘢歌咯。因為而家有時有啲歌咧。即係有啲選手啊，真係要睇歌詞，佢先至知道唱乜啦。咁可能我哋本身都係廣東人啦，即係廣東話都會聽得清楚啲啊。第二咧就係聲線嘅爆發啦。過往咧去唱慢歌嘅時候咧，係處理係比較溫柔啊。但係今次喺副歌入邊咧，佢加入咗更多嘅衝擊力啊。同埋雖然咧有啲評論話佢喂可以再爆啲喎。但係咧，佢邊唱邊跳嘅時候咧，佢都冇乜喘氣啊。同埋當晚咧，阿周志康咧，佢係玩緊嗰個 mic stand 嘅，仲有咧係唔少嘅身體嘅動作啦。但係佢嘅聲線咧都保持穩定嘅，冇明顯嘅唞氣聲啊。呢個咧絕對係苦練嘅成果啊。咁加上咧舞蹈同 mic stand 嘅互動啦，其實係成個表演嘅靈魂啦。呢個表演咧係最令人印象深刻咧，其實最重要都係嗰個 mic stand 個互動啦。咁我睇翻嗰個片尾咧，我見到佢，哇！佢都喺嗰個練習上咧都花咗唔少功夫啊，都圍住佢轉啦，借力做身體嘅動作啊，到最後咧係將支咪推開，成個流程咧係非常之流暢自然嘅喎，完全係融入咗首歌嘅節奏入邊咯。阿李思捷啊，都話呢個互動咧，好似鋼管舞咁樣揮灑自然。呢個評價咧，其實都好到位啊！因為咧玩 mic stand 咧，本身係一個非常之高難度動作嘅舞台動作嚟嘅喎。一個唔小心咧，你失手咗，又可能跌咗支咪啊，又跌咗支 mic stand 啊，或者係動作同音樂唔夾啊，就會變得非常之尷尬啦。但係周志康咧係做到咗啊！佢將一個輔助工具咧，變成咗佢表演嘅伙伴啦，呢一個咧就係舞台意識嘅展現啊！如果要用一個詞嚟總結佢當晚嘅表現咧，我會用釋放咯。佢從前咧唱歌嘅時候咧，好多時俾人個感覺咧，好似係交功課咁樣啦，冇乜驚喜咁樣。但係今次咧，佢嘅眼神、佢嘅肢體語言、佢嘅笑容，全部都話俾你聽，佢享受緊呢個舞台。有啲網民咧都會話：哇！以前對佢冇乜感覺啊，但係今次咧見到佢，哇，都好型、好靚仔啊！呢個轉變咧唔係話單靠化妝同衫㗎，而係由一種由內到外嘅自信啊！咁第三層咧又講下啲評審嘅分析啊。點解林志美嗰個決定咁關鍵呢？因為呢個表演當中咧，佢係俾咗93分佢嘅，但係呢個分數嘅背後咧，其實係有一個故事喎。咁林志美咧呢一個係非常之關鍵嘅人物啊。咁啊，除咗即係其他評審啦，呢一集嘅突破之夜咧，阿林志美咧其實本身都係80年代嘅樂壇嘅唱作人啦，又
好似都做緊監製有時都佢有啲作品咧就係你的眼神啦、偶遇啊、初戀啊，都好多人聽過，好多人翻唱過啊。感情的段落啊，都係一個非常之經典嘅作品啦。佢唔單止係歌手啊，仲係一個作曲人啦、唱片監製，對音樂其實係有一個非常之深厚嘅理解啊。阿林志美咧係做咗一個相當重要嘅決定啦，佢俾咗周志康94分，亦成功令阿周志康咧攞到當晚 MVP 嘅關鍵啊！評審之間嘅分數咧係有啲差距啊。根據有啲即係啲分數嘅對比啦，阿周國峰啊俾91啊，阿張佳添93啦，林志美94，其他評審咧92、93啦。咁所以咧，阿周志康咧都攞到都幾高嘅分數啊！林志美呢一集嘅評分咧嘅取態明顯係同其他評審唔同嘅喎。咁有啲評論咧就係話：哇，點解阿林志美咁敢言啊？同大家講話，哇，我同佢哋啲分數係唔同嘅喎。有少少啲人講啊，好似大巴咁樣冚咗落其他評審入邊啦嚇。咁有啲人就係話啊，林志美都幾公正啊，無視其他評判嘅分數，因為當晚有啲分數都差距都幾大啊。其實呢一番説話嘅或者係有啲激烈嘅，但係反映咗一個事實咧，林志美嘅出現咧係打破咗某啲慣性咯。又講下突破嘅定義啊！咁點解周志康會值得有 MVP 呢？因為當晚嘅主題係突破之夜啊嘛。又或者參賽者都有突破嘅，但係點解最後 MVP 係俾咗周志康呢？咁啊，有啲評審啊講得好清楚啊，佢話周志康型到爆啊，又有顏值又有實力啊，係一個實偶派，即係個意思就係話實力嘅偶像派啦。其實更深嘅層次嘅原因呢，係佢突破係一個最徹底嘅。其他參賽者咧都有突破嘅，可能選曲上嘅突破啦，又或者係演繹方式嘅調節啦，即係個突破啦嚇。但係今次咧，阿周志康嘅突破係佢將佢自己過去10幾年嘅形象啊，完全打碎咗再重建咯。由一個超級巨星出道到而家啦，周志康一直俾人個印象咧係靚仔內向嘅歌手啦，同埋演員啦。佢今次參加呢個中年好聲音4啊，佢登場嘅時候係企鵝人嘅面具啦，本身咧就係一個搣走標籤，等大家可以重新聽我唱歌啊！突破之夜嗰晚咧，佢唔止咧係搣走咗佢自己之前嘅標籤啦，直頭係燒咗佢嗰個標籤啊！又講下第4層觀眾嘅反應啦，佢哋講到話：哇！真係感動到喊喎，因為呢個表演呢係引發咗好多迴響啊，可以用4個字嚟形容啦，現象級數啊！喺數據層面方面呢，佢即係呢一個禮拜呢，我望一望都哇幾十萬點擊啊，同埋呢都仲係上升緊嘅喎。呢個數字呢，其實喺中年好聲音入邊呢係一個非常之高嘅水平啦。需要知道啊，呢個唔係總決賽啦。只係10強之中嘅其中一輪喎，而喺留言區方面呢，我又即係整合咗啦，因為都好多留言啊，我又有睇噶。佢即係好多人都講啊，話哇，終於等到啊嘅感動啊，同埋終於都等到周志康啊呢一日啊，等咗好耐嘅突破啦，同埋你做到啦。呢一種咧等咗好耐嘅感覺咧，其實係反映咗觀眾咧對周志康嘅長期關注啊！佢唔係話一個突然彈出嚟嘅新人啊，而係一個 TVB 打滾咗10幾年啦，一直默默努力嘅藝人啦。而第2點咧就係話對林志美嘅感激啊！有啲人話多謝林志美老師做咗一個睇得透嘅決定啊，同埋多謝林志美老師啊，慧眼識英雄啊！同埋好在有林志美咁樣啦，啲觀眾嘅留言係咁講啊嚇，觀眾咧係睇得出林志美評分咧係對周志康奪得 MVP 係有一個好關鍵嘅作用。佢唔係話感謝佢俾高分啊，而係感謝佢嘅公正咯。
第三咧，對周志康突破嘅認同啊，同埋志康今次係全晚最突破嘅一員啦。今次真係型到爆啦，冇得輸啊！呢個先係真正嘅周志康啊！呢啲留言咧，亦都反映咗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咧，就係話觀眾咧覺得佢啊本身應該係要咁樣咯，只係一直冇機會即係展現到俾我哋大家睇啦。咁第四咧，又對未來嘅期待啦。有啲人話：喂，我都想去俾佢衝入七強啊！要喺啟德度見面啊！希望佢唔好被淘汰啦。你值得擁有一個即係再有一個 MVP 啦。但係有趣嘅話咧，就係話呢啲留言咧係有一種隱隱嘅擔憂啊。因為咧喺網上咧一直都流傳周志康咧係入唔到七強喎。係唔係呢？咁我哋就再後期又拭目以待啦。即係我都唔知啊嘛，我都係睇完之後我先至用我嘅感想嚟講翻我自己嘅感覺啦。有啲網民呢就係話：喂，宣佈攞 MVP 嗰刻呢，我直頭感動到眼濕濕啊！點解？因為呢個 MVP 呢唔係一個普通嘅獎項啦，佢係代表咗好多嘢嘅喎。一個努力16年嘅人啦，終於可以得到人認同啊！其實周志康咧係喺2009年超級巨星嗰時出道啊，中間又拍戲啊，又做下主持，又唱歌啊，但係其實一直都冇話真正自己嘅代表作啦。佢曾經咧都係為咗養家啊，硬住頭皮啊，敲門啊，即係好多時都係㗎啦，即係敲啲監製門啊，嚟爭取工作嘅機會啦。佢曾經咧因為又要兼顧拍劇啊，同埋比賽啊，喺鏡頭可能都會匿埋喊啊！即係我哋覺得，就因為我哋有時都會係啲感性嘅人咧，都係有呢種呈現咗出嚟㗎。但係佢係冇放棄過自己唱歌咯。呢一個 MVP 啊，唔單止係一個對表演嘅肯定啦，亦都係對一個堅持咗16年夢想嘅肯定啊！好啦，第5層咧又拆解下周志康嘅故事啊！要真正理解呢個 MVP 嘅重量啊，你需要知道周志康係一個點樣嘅人啊？由超級巨星到中年好聲音呢16年嘅音樂路啦。2009年啊，周志康同佢個孖生阿哥啊，即係周志文啦，一齊參加第1屆嘅超級巨星，正式入行啊！佢入行之後呢，其實嘅發展呢都唔係話一帆風順嘅，通常都係跌跌碰碰啊，支支助助咁樣噶啦。拍過劇集啦，有居家兵團啊、潛行追擊啊、法證先鋒啊，又做過主持咧，又唱過劇集歌啦。但係始終咧都未係有一個真正歌手嘅身份被大家認識啊。我曾經咧即係喺 Facebook 嗰度咧都見過佢同即係一齊又打個 band 啊，即係 online 嗰時都有睇過啊。但係幸運嘅係自己咧係因為歌唱比賽入行啦，多年以嚟咧不時都有相關嘅工作機會。呢一種咧同音樂有關，但係又唔係全職歌手嘅狀態咧，其實係一種折磨嚟嘅。你有夢想，但係夢想咧其實都好似爭一步先捉到啊！企鵝人嘅面具咧係搣走咗標籤嘅勇氣啦。咁去參加中年好聲音4嘅時候咧，周志康咧係做咗一個好特別嘅決定啊！佢係用企鵝人嚟喺面具登場啦。點解要戴住面具咧？佢自己解釋咧，係面具咧係遮住咗大眾對周志康即係之前嘅印象啦嚇。大家唔知道我係邊個嘅時候咧，純粹係聽歌聲啊！呢個決定咧其實好聰明，亦都好勇敢啊！聰明咧係在於佢知道觀眾咧對佢有一個固有嘅印象啊，可能話喂佢好似係某個劇集嘅配角喎，可能係話喂周志文嘅細佬啊，可能係靚仔但係冇乜特別啦。戴上面具咧就好似等於將呢個標籤啊全部擋住晒咯，等啲觀眾啊純粹係要用耳朵嚟感受佢嘅歌聲咯。戴上面具咧係意味住啊佢放棄咗自己最大嘅武器啊，就係個樣貌啦。佢知道大家咧可能覺得佢靚仔而加分啊，但係佢選擇咗咧最純粹嘅方式去證明自己啊。結果佢奪得5燈滿分嘅成績，
即係當時係直入嘅喎嗰一刻。另外又講下佢自己嘅生活啦，有啲人感覺佢呢係一個好爸爸啊、好老公啊。觀眾呢亦都係中意佢呢一樣嘢嘅原因之一咯。除咗唱功同顏值呢，周志康嘅好男人形象呢，亦都係佢深受觀眾歡迎嘅原因嚟嘅。佢2014年呢同佢太太結婚啦，婚後呢係將佢自己嗰啲收入呢全部俾晒佢太太嘅，每日都讚賞太太啊，給予佢有一個十足安全感啦。有2個女嘅佢呢，喺圈中呢係出名咗愛妻號啦，同埋戀爸嘅喎。亦都有人有分享呢，大女瞓覺嘅時候呢會同佢傾偈嘅時間啦。兩父女呢又會分享下秘密同收藏品啊。呢一個形象呢，亦都令到觀眾心目中呢，唔單止係一個藝人啦，而係一個有血有肉、有家庭啦，亦都係有責任感嘅香港仔喎。周志康咧，亦都講過一句啊，責任越大咧，能力咧係都要越大喎。佢嗰個説話嘅背景咧係話，佢26歲成為爸爸之後咧，由一個被動嘅藝人啦，變成一個要主動去敲門攞機會嘅人啦。呢一種心態嘅轉變咧，正正咧就係中年好聲音呢個節目嘅核心精神啊！中年人嘅追夢故事啦，唔係話青春少艾嘅熱血，而係一個經歷咗生活磨練之後呢，佢仍然係願意想拼搏嗰種堅持啊！好啦，又第6層又講下 MVP 嘅真正意義啦。最後呢，又同大家講下呢個 MVP 呢對周志康、對觀眾呢、對整個節目呢係代表咗咩呢？對周志康係一個肯定啦，但係唔係話終點啊，因為周志康攞咗 MVP 之後講過，好難先攞到啊。其實攞到一個呢已經係好足夠啊。呢個説話聽落呢係好謙虛咁樣啦，但係背後其實呢係有一種得來不易嗰種感覺嘅。但係呢，目標呢唔係話 MVP 本身啊，而係繼續唱落去啊。MVP 只係一個里程碑咋，唔係終點啊！但係對於觀眾嚟講呢，係一種公義得到彰顯嘅滿足感啦。咁點解有啲觀眾呢對呢個 MVP 咁興奮？因為佢覺得呢，終於得到一個好公平嘅結果啊！一直以嚟呢，有啲觀眾啊對評審啊，對周志康好似好苛刻㗎。我喺有時喺 YouTube 啦都聽到，哇話佢唔得啊、唔掂啊、爭啲啊咁樣啊。咁但係佢唱嘅時候呢，個分數呢又唔係太高喎。但係對其他參賽者嘅失誤呢，又會俾到好高分喎。我都覺得有時都係啊。但係之前呢，又會有幾次啊，第一個唱啊，今次呢係最後一個唱啊，對心理嘅準備呢係嚟得更好啊。有啲網民會咁講啊，暗示咗出場嘅次序呢，其實係影響咗佢之前嘅表現喎。所以呢，今次林志美係嚟一個公正啊，俾一個評分呢，係將個 MVP 呢係俾咗周志康嘅時候呢，有啲觀眾呢就話：哇，等咗好耐，終於等到嗰種快感啊！又講下《中年好聲音》呢個節目嘅核心賣點係啲乜嘢啊？係俾中年人一個追夢嘅機會啦。周志康嘅故事呢係完美咁演繹咗呢一個主題啊！一個36歲嘅爸爸喺娛樂圈打滾咗10幾年啦嘅藝人啦，仍然係願意跳出佢自己嘅舒適圈啦，挑戰佢自己未來做嘅嘢啦。佢嘅成功就係節目嘅成功啊！講到呢度呢，大家可能都會有一個問題，就係話周志康最終入唔入到7強呢？網上流傳嘅7強名單入邊呢，周志康唔喺度喎，但係呢，佢最近呢亦都喺社交媒體呢，亦都感謝有啲老師啊、高少華啊，喺字裏邊呢亦充滿咗離愁別緒嗰種感覺啊，亦都被網民解讀為離場嘅感受啊。但係無論如何係點樣啊，呢個 MVP 呢亦都證明咗一件事呢，周志康係得嘅，即使真係入唔到7強啊，佢已經贏咗觀眾嘅心啦。有啲網民會話，就算入唔到決賽唔緊要啊，起碼都證明咗佢自己啊。而我會講話，
周志康你係值得攞咗呢一個 MVP 啊！但係更重要呢，係你值得有一個更大嘅舞台啦。好啦，最後又嚟個結論啦。喺獨家試唱入邊一句歌詞啊，能期待下一首祝福，叫你可獨家喜愛我。呢一晚呢，周志康係用咗佢嘅歌聲啦，佢嘅舞步啦，佢嘅突破啦，叫全香港觀眾啊獨家喜愛咗佢啊！由超級巨星嘅青澀小子到中年好聲音4嘅 MVP， 由戴住企鵝人面具嘅神秘歌手到脫下面具嘅實偶派嘅歌手，周志康呢係用咗一個16年時間證明咗一件事，就係話夢想幾時都可以追嘅，係唔會遲嘅。好啦，今集就講到呢度啦，下一次又再同大家搜集下，又講下其他歌手啦。好，係咁先，拜拜。